这个虾仁的这个沙拉哦，是非常漂亮的，又很营养的。我们赶快来看。好，我们这边先把食材简单做一个介绍。好，那这个虾仁这个待会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汆烫。汆烫之后，我们把它浸泡在冰块水里面。那浸泡的时间大概是3分钟。3分钟就好。把它泡一下，让它因为在热水里面捞起来之后呢，藉由这个温差的这个热胀冷缩，对，我们让它虾子变脆。好，那虾子处理完了之后呢，待会我们会用草莓做一个酱汁，沙拉酱，来搭配这些生菜。好，那这边还有准备薄荷叶，薄荷叶这个待会也是要放到酱汁里面的。哇，我很喜欢薄荷叶，所以我们家阳台全部都是薄荷叶，这个香气非常足够。好，那一样我就先开始做这个汆烫的动作。这个水里面我们先放一点点的盐，1小匙的盐。好，这个水煮滚了之后，我们把盐放进去，接着我们就放入虾仁。好，虾仁汆烫其实非常快，所以我们呢，就是人也不要跑远了，因为其实常常有些人把东西丢下去烫然后就是回头再去做别的事情，然后就很容易过熟。好，这个等一下还要搭配一点坚果，所以今天这一道料理是非常非常健康，很健康，好营养哦。这个看到这个坚果就很想吃这个核桃，可以吃看看。核桃会健脑，免得主持一半说，老师，就像刚刚老师讲的，忘记我们的虾仁呢在锅子里面汆烫了，所以赶快要补充一颗这个核桃，赶快增强记忆力。好，这个我们汆烫的时间非常快速因为这个煮太久的话，虾子会老掉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汆烫的虾子把它倒过来，倒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冰块水里面去做冰镇。接下来我们就先把酱汁把它做起来。所以这道菜其实非常快速。如果说你在家里要忽然有客人来的话，那这个料理是非常快。而且这个料理快，你说家里有客人来，那势必我们家里也要有草莓对不对？对。还是说别的水果也可以代替？别的水果也可以代替。如果说你没有草莓的话，你也可以用苹果。对，也可以用水梨，对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整颗的草莓好，我们今天很简单我们就把它蒂头割掉，丢进来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会有一些是切片的草莓，待会我们做摆盘，装饰用。对，那酱汁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用整颗的下去打。好，那在这个里面呢，还要加什么？苹果醋。苹果醋。苹果醋。这边有一般的砂糖，砂糖大概1匙半。好，这个非常贴心，已经帮我拿好薄荷。好，我们加1小撮的薄荷进来然后我们准备用这个调理机把它打过，它就直接变成酱汁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呢，把奇异果把它做个切割，这已经切过皮了那我们就对半把里面这个梗给修掉。对，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口感。对，那我们把它切块。那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，就也可以直接。介意。既然我们要吃这个黄老师带来的这个顶级的这个料理的话呢，当然很介意好，奇异果切好了以后，好，草莓这边我们也是已经把它都切成条状了好，这边待会我们会准备一颗柠檬，把它这个挤汁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柠檬我们待会会用到2个部分，一个是皮的部分，挤柠檬汁，另外一个是刨柠檬皮在上面，增加它的香味。好，那我现在先把这个虾仁把它捞起来。对。好。
这边坚果的部分啊，如果你要切的话，也可以切。有些人他喜欢整颗的口感，哦。那我就把这个坚果放到这个搅拌盆里面，哦。像我的话，我就比较不喜欢吃切过的，口感有差啦。好，这个盆里面哈，我们放入了坚果，还有一些绿卷生菜哦，绿卷生菜。好，那我们再切一点罗曼哦，这罗曼也是口感非常不错，而且老师特别挑了罗曼比较里面的部分哈，新的部分。好，这些生菜啊，告诉大家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如果各位要在家里制作的话，生菜最好是先泡过冰水，大概5到8分钟。对，也不能泡太久，因为它会冻伤哦。那我们把这些生菜都加进去了以后呢，我们放一点花进来。那这边有酸膜液啊，那非常简单呢，我们把它做一个搅拌。但我们现在呢，先不放酱汁进去，因为你放酱汁进去，这些菜就会塌掉了。好，我这边把它很简单的淋上1小匙的橄榄油，好，稍微把它拌一拌，让它这个菜啊更有光泽。好，但是要很轻哦。你看老师哦，是非常轻的哦，在由下往上啊，很温柔啊，要非常温柔啊。好，这个部分我先让它上来，因为这个菜哦刚拌好，它是非常油亮，整个是有光泽。好，旁边还有坚果啊，把它补一点坚果上来，好，前后左右。生菜先好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把水果啊、虾仁都把它摆上去，所以这个菜它非常容易制作啦。好，这边呢我们接着摆上奇异果，但它有红色有绿色，待会就要放上草莓了，对不对？草莓是非常多少女的喜爱。对，小朋友也很爱吃哦。其实很多人都在说，其实像草莓啦、樱桃啦这种红色的哦，对心脏很好。就是说，如果以五行呐对应这一些颜色的话，就说黑色的话补肾嘛，那红色的话补心，然后再加上草莓的形状长得很像心，就像核桃的形状长得很像脑一样哦。很多人就说，多吃草莓，多吃樱桃哦，这个可以让你的那个心脏呢跳动的呢更强壮哦。摆上2、3片的薄荷叶它除了有独特的香味之外呢，就是其实它有增加颜色的效果。对，因为它的颜色真的是比较翠绿哦。好，再来就是重点来了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草莓酱非常棒的酱汁把它淋上去。对，一般我们都会用什么油醋酱啊，可是老师呢，用这个草莓酱呢，我是觉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啦哈。这样是比较自然。那你如果说家里有优格的话，拌一点优格进来也是不错。好，最后呢，我现在先把柠檬皮给刨上去。老师特别也选了哈，因为草莓是红的嘛，就有点橘红，我们就选一个黄色的这个柠檬哦，它这个皮屑呢看起来呢就不会太绿了哦，因为我们已经用了薄荷叶了哈。这个刨出来的香气非常够，我在这边都闻到好香哦，我超级喜欢柠檬的味道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挤一点柠檬汁上去就完成。那挤柠檬汁之前，我们会先把它稍微压一压，让它这个汁啊比较好取出来，对，比较容易挤出来的。老师刚刚那个动作真的很好用哦，尤其我们买到这个柠檬呢是很新鲜，刚摘下来，或者它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哇，那个柠檬好硬哦，那就用这个方法把它稍微呢，来回的碾一下哦，它待会儿这个柠檬汁呢就会比较好取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
最后啊装饰一下。哇，其实吃了这一盘，我就觉得老师跟他们爸呢，这个热量很低。对，热量低，但是又有饱足感嘛，健康啊，又很健康哈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呢，黄庆轩老师带来这2道料理，大家还喜欢吗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做做看啊，尤其这个沙拉超简单的哦。